歡迎光臨南豐紗廠。南豐紗廠係香港近代一個由工廠轉型為文創設施十分成功嘅例子。喺重新包裝之下，搖身一變成為養育香港文化創意產業嘅中心。但當我哋回溯返歷史，原來佢嘅前世今生都充滿住故事。回到1954年，時值香港製造業嘅黃金時代，南豐集團創辦人陳平華於荃灣白田壩街設立南豐紗廠。當時為香港生產量最高嘅紡織廠，高峰時期年產3000萬磅棉紗。南豐喺附近嘅地段共設立6個廠房，以增加生產量。但係到咗80年代，亞洲各地紛紛步入工業化階段，中國大陸同埋東南亞有住比香港低廉嘅勞工成本同埋地價，大量工廠因而遷移至外地。而南豐紗廠喺呢一個情況下，1至3廠於90年代後自空，4至6廠亦於2008年停止運作，轉為貨倉。喺香港經濟轉型為第3級產業後，重心由製造業轉移到例如服務業、旅遊業等。而南豐集團於2014年亦決定將紗廠活化，改變用途作零售服務、藝術文化。零售服務方面，南豐殿堂集多個香港本地文藝創意商鋪，積極推廣手作文藝嘅品牌、環保用品店等，鼓勵創新及可持續方式嘅零售店等等。藝術文化方面，6廠活化為紡織文化藝術館 Chat， 透過展覽、工作坊同埋社區活動，訴說香港工業嘅歷史故事之外，亦都激發創意，培育未來人才。